今日好開心大家嚟支持殺手4，咁呢個都算係我人生第一套擔正嘅電影，咁所以希望大家多中意 ，thank you。邊一場戲你哋最中意嘅？有冇邊一場戲打得？我知邊一場啊，你哋唔好意思講，係冇着衫嗰場。笑。OK 啦，咁喺部電影咧，大家就已經睇咗啦。咁如果大家想 share 嘅話咧，咁你記得 hashtag。其實今次 hashtag 有少少棘住，點解咧？因為你 hashtag 殺手，然之後再 hashtag 4號啊嘛。4號係殺手嘛，所以你 hashtag。然之後或者英文嗰個電影嘅名字啦 ，Road to Vendetta 咁或者大家想睇咗有啲咩觀後感嘅話，咁希望大家上網可以 post 晒，然之後咧就 hashtag 咧傳開佢俾大家多了解下。其實都有一部拍得相當好嘅香港嘅電影啦。OK， 咁仲有一個細嘅問題，我個人想問嘅就係點解4號係個叉字嘅？叉字因為佢係一個花馬係嘛？唔知即係導演話呢個係一個花馬嘅設計，咁佢就話見到一個交叉，佢就覺得好特別，咁所以就揀咗4號啦。所以每個數字有自己嘅花馬。係啊，即係等於阿拉伯數目字啊，跟住同其他數目字都有唔同嘅寫法，咁佢覺得呢一個幾得意，所以就用咗呢個叉。就睇咗一部戲，好似後面有少少玄機，係咪會諗住可能有機會開個續？呢個真係要問導演啦，真係身為演員真係完全咩都唔知啦。係啊，咁就不過好開心啦。咁因為今次第一次同導演合作，咁我覺得導演係十分之大膽啦，無論喺個創意上同埋 set 嗰個世界觀嘅方面，咁希望大家喜歡 ，thank you。即係話你會唔會朝住武打演員嘅方向前進？努力咯，努力啦！因為如果有任何關於，我覺得今次經過可能一個長時間嘅訓練之後咧，好似對於一啲武打嘅鏡頭點樣去運用，好似會比較熟悉咗。咁所以如果嚟緊再有機會嘅，咁一定係會好積極參與。嚟緊再有機會以唔同嘅電影角色同大家見面啦。但係嚟緊有冇機會再多啲人馬來西亞咧？今次你真係旋風式48小時快閃。係啊，好快。紅啊嘛。唔係啊，喂，真係啲凳就紅，咁就係啊，咁好開心見到大家。接落嚟希望啦，多啲嚟。一定。好。你哋現場有冇問題冇問啊？你冇問題問就我問㗎啦噃。有妹妹嚟。Hello。講啦你。你好。我應該說小心。可能我有點緊張，然後我想問一下，這個電影是你第一次以一個男主角去擔任這部戲嘛？然後想問一下你有什麼感想？然後還有就是笑什麼？笑。然後還有一幕我是很想問，就是在那個中間的時候，你有跟那個日本比較壯的那個，然後你打他吧，你沒有把他殺掉啊？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因為了。OK。謝謝。那我先說我的感想。我的感想其實是真的覺得是很感恩，還有很榮幸可以拍一部算是題材比較大膽的電影，因為現在在老實說，在香港的港片的產量很小，那所以我覺得如果其實有機會參加所有的電影，我已經是感到是非常感恩。那所以第一次能夠在那個大熒幕看到自己比較多戲份，然後我就感想就是很開心吧。還有就是每一次的演出我都當作是一個對自己的訓練，希望日後比較會更加好。對，然後為什麼不把他殺掉了？綁掉了，因為就好像那個識英雄重英雄，識英雄重英雄，對不對？對啊，謝謝。是嗎？謝謝。突然就有發現，我從來沒發現他中文說那麼好，普通話說得那麼好。其實大家是說普通話還是廣東話的？
OK， 那我說混的。混，我廣東話 OK 好啦，咁啊 OK 啊。OK， 好。好，點啊？舉手。係。係。我係香港人。真嘅。哦，真嘅，你好。呢度好多香港人㗎。Hello。香港人 taking over Malaysia。係。冇啊，好開心啊！因為今次真係好多謝導演啦，同埋動作指導 Sakumoto-san 咧，佢好好地即係喺拍攝之前俾一個好長時間嘅動作訓練。咁佢哋首先就會將所有要拍攝嘅大場面咧就俾即係去揾 stuntman 去拍晒先，咁然後先即係我哋每一個鏡頭都睇到佢應該到底係點樣拍。咁所以到演員去訓練嘅時候咧，我哋大概都知個 wide shot 究竟係會踢緊啲咩，個近 shot 到底都係會影緊啲咩。咁所以對演員嚟講係算好清晰嘅。咁就好多謝導演同埋 Sakumoto-san 嘅安排，所以冇受傷。Yeah，thank you。佢真係第一個拍動作電影，即係同我冇受傷嘅演員係唯一一個，暫且嚟講唯一一個啦。OK， 係。敏捷。敏捷啊！你識唔識新嘅咧？其實識唔識新？即係你拍動作，即係特別小心嘅都。以前唔會嘅，但係依家發覺原來係要嘅，因為原來咧，因為其實今年咧拍另一部電影咧，經歷咗一個算係都幾嚴重嘅意外，咁所以我就發覺原來係即係所有安全措施係有原因係要設計嘅，咁所以咧即係做演員咧，即係千祈唔好心急，咁就所有嘢就一定係要做足先，咁先再去做任何一啲動作咯。OK， 你最後一個問題，因為等陣我有問題問，我有啲少少禮物仔要送俾大家。你好咧，哇！小心，哇！呢張凳係，哇！小心。你好。follow 你好多年。阿 Jack 你好。你好。想問你有冇學多幾句日文之後接落嚟會唔會諗住出日文歌啊？哇！日文歌，第二個咪。不過其實老實講，我本身都好中意聽日本嘅 band 生嘅，即係例如 Back Number 啊，咁所以就我係我自己好喜歡嘅。咁當然就日文就未去到真係咁叻啦。咁但係對語言都有更多唔同嘅興趣，咁所以而家都努力學習中。多謝你。明年會多啲音樂作品，仲有廣東話之外，應該就會處華語作品。係啊，華語先，華語可能會比較快啲。OK， 呢個時候我哋有少少禮物仔送俾大家嘅，我問問題㗎啦噃。OK， 有3張，真係唔會。OK， 有3張可以自拍嘅相，係每一本得1張嘅啫，希望大家可以積極進取少少回答我以下嘅問題。你係睇咗一部電影你就得㗎啦。OK， 18到嘅，我問你啦噃。好啊。第一個問題，即係佢要組織交易嘅時候，佢個檔口係咩檔口咧？請說。吃的。吃外什麼？店，送外賣的，然後吃的。吃什麼？車仔麵，正確答案為車仔麵。叻計你，俾張相你同埋個配落嚟啊！你落嚟順帶可以幾張相㗎嘛？係啦，慢慢啊。